哦，在这个三级的时候，在这个上述的应运，过去就过去了。现在呢，不是科学家发明的，这个是一个天数的安排呀。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2位母亲，有一位母亲是我们肉体的母亲，一位母亲是看不到的母亲。我们今天就能回去了，这个是天数，或者说应运了哈。在这里恭喜大家，都能够来求得到，进一步的能够来修得到了，就是一样，把过去的修身六道都打回来。我们今天就去正门见到我们的母亲了。那这个呢，跟我们母亲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经就是经，经就是路了。还有一个没有这条路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去，也没有办法修道，也没有办法研究经典，所以这个经典呢，其实是对我们有关系。尤其今天我们是经典的会考嘛在这里都恭喜大家能够这样的实行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努力。谢谢，感谢王前人为我们的加冕。在场还有诸多贵宾莅临，由于时间的关系，无法一一邀请各位上台为我们鼓励，在这里向您致上12万分的谢意，谢谢你们。因为有我们贵宾的莅临指导来让我们的大会能够这样子的更添光彩。那我们接下来